被告向屋企人承認犯案，由爸爸大義滅親舉報。猶他州州長侯克斯讚揚佢屋企人做正確嘅事，又呼籲美國青年遠離政治暴力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重要支持者、保守派嘅政治人物柯克遭槍殺之後2日，特朗普星期5接受霍士新聞訪問嘅時候透露，疑兇應被扣查，若果罪成嘅話，希望法院判佢死刑。猶他州州長考克斯話，被捕嘅疑兇係猶他州華盛頓縣22歲嘅居民魯賓遜，佢嘅住址同涉事嘅猶他谷大學相距幾百公里，佢並唔係嗰間學校嘅學生。曾經向屋企人嘅朋友提到自己涉案，相信佢係單獨行兇。考克斯又證實，魯賓遜嘅衣着同現場監控圖像影到嘅人一致。調查人員又發現，涉案嘅槍支子彈上刻有反法西斯同埋反同性戀等字眼。有報道話，魯賓遜嘅屋企人發現佢近年越嚟越熱衷於政治，反對柯克嘅觀點。英國每日郵報引述執法人員披露，魯賓遜喺案發之後曾經向任職地盤嘅爸爸承認犯案，之後佢爸爸大義滅親向警方舉報，並防範個仔逃脫。喺案發之後唔夠2日，執法人員到猶他州南部拘捕魯賓遜，佢目前正響猶他縣監獄羈押。考克斯感謝屋企人做正確嘅事協助破案，又直言政治暴力犯罪正響全國蔓延。呢宗槍擊案更加係攻擊美國嘅價值觀，佢呼籲年輕人要尊重唔同嘅言論，並反思點樣令到美國遠離政治暴力同分歧。31歲嘅柯克響年輕保守派中極具影響力，被視為特朗普獲取年輕人支持勝出舊年大選嘅關鍵人物之一。有份創辦保守派青年組織美國轉捩點，有超過25萬個學生會員。佢喺星期3到猶他谷大學演講，曾經同參加者討論槍械管制問題，之後遭到槍擊身亡。有出席活動嘅柯克支持者話，當日現場嘅保安唔嚴謹，佢曾經同柯克近距離交談，冇幾耐就目睹槍擊案嘅發生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。